嘉义市中照中心去年有含嘉义基督教病业做回来成立着24间服务家庭照顾者的店家，今年搁再增加到43间，希望这款服务会当来投放着家庭照顾者的压力。提出家庭照顾者身份的卡片，伫咖啡店内底小可哮喘一下，已经照顾10大20外档的肖律师讲，趁10大去长照中心这段时间，就会来这种支持家庭照顾者的据点零咖啡，除了介绍有优待，阁会当直接找到相关的长照资讯。我会当整个身心灵拢放轻松安尼，暂时甲迄照顾的迄个责任吼，暂时甲放下。我最感谢有这种微笑商店。嘉义市长期照顾管理中心去年配合医疗资源成立24间服务家庭照顾者的据点，今年增加到43间。希望这据点除了有消费的优待，阁会当提供家庭照顾者心理的关怀。住家的附近就有很多我可以选择的，对这个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也可以把我照顾者如果可以出去的话，顺便带着一起出去，这样子都是很安全的。我们期待说这样子的互动形成，真的是社区大家一起来重视照顾者跟我们的这些长辈他们的需要。有家庭照顾者讲，因过无这款据点的时，要休喘干会当坐伫二边商店。即马有这种支持据点，会当找到长照服务资源，家庭照顾者之间嘛会当互相开讲、互相支持，短短休喘就当得到满满的力量。上重要的是，有人通互相支持，就当减轻心内的照顾压力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